散过的移民那个线上的关系，嘿，本来都唱流行歌哦。安呀线上几位唱？唱啥歌？预备嘻嘻哈哈啦！嘻嘻哈哈。平凡联络会平平妙妙，新闻跳跳电脑行。你新闻，1秒你感动发奖。我养，研究无见到啊！研究无看到。哇，这是唔知出来嘅呢？有貫通謠，有貫通謠，小朋友嘅，小朋友。哇，多還有兩個安諾科嘅乜嘅錢，因為我講客很厲害。點爸爸係白俄羅斯，哎呦，白俄羅斯，點媽媽學龍，同學校講，同學校講客家。哦。老年大擂台，老年跳下來。喂，又到啊那個爆米整巴賽啦！哎，流行組的先來。哎呦，雙兩禮拜啊，殺出一位黑馬哈！對，程咬金出來，對啊，黑馬，看起來不長眼啊，不是，不長眼，不起眼，不是不長眼。哎，敢不會？唔會啊。但是越看越深遠。哦，陳演上禮拜有講，真的，哦，國外創作以後上運動獎，有點那個王志平老師的那個女兒，叫 Anna， 王若琳那種感覺，有一些咧，更感覺，嗰種感覺。來介紹下嚟，好。哎，連續2禮拜避免嘅羅彩瑤，還有我們羅家之光啦，哎，羅家之光。好了，馬上要進行這個比賽了，好，比賽之前先介紹完呢，評審欣賞，起司比欣賞，起炸比欣賞，總比欣賞，有效期欣賞。好嘞，馬上進行這個比賽。哎，上禮拜哈，全部都過關嘞。過關哈，有2位評審嘛，3位評審，評審所以全部留下來，全部留下來，繼續接棒。嘿，有請 TV，有發亮帶來，就按樣莫講一聲。來，睇下啦。就按樣無講一聲，點點你就來離開，全無半點留戀，全無半點情意，就按樣給他一聲，好像愛夢中給你，全無半點熟悉，全無半點熟悉。往事歷歷非常記，松陽相隨不分離。緣分來去，空留飛，相愛故事無倫往事歷歷非常記，松陽相隨不分離，緣分來去，空留飛，相愛故事無倫理。
发亮梁玉主持人好，哎呦，阿良雄啊，阿良雄啊，雄啊，雄梯的雄啊，你好哈，你好，哦，你偶像呢？偶像，呕吐的对象，呕吐的，好老痛哦，好老痛，要不然现在年轻人都讲好，那没问题。你问错对象了。有一摆可能痛唔出过嘅，左边噶新兵训练中心嘅班长全部当系当昂咩，佢行佢叛逆咯，哎呦，到到結訓噶，結訓噶要康樂晚會，咩上一場，要唱兩個誒，哎呦，因為偷偷一輸嘅條牌嘅善變的臉，善變的臉，善變大變的臉，佢唱到面向亮多呀，佢人都特別對嗰個班長嗬，佢面前都安尼，唱嘅亮一個，你那張善變的臉，你那張善變的臉，安尼唱一巴掌，啪落，你冇屁吧？係哦，我做乜當係咯？跟住睇變面咩？跟住錯過都唱唔錯。哦，嗰個線唔錯啦。見人嗰個變，嗌咩人嚟唱？係啊，你那張善變的臉，我哪有這樣唱？對不對？好，安尼給你唱佢了。來，唐先生的公平。強勢力先生。先生好。邱太哥你好哈。其實啲亞洲舞台我知道表現都好。你現嗰位咩有自家想法？兼比現在嗰其實我知道咩對你來講應該算係當時他嘅嗰位。所以講頭前比賽嘅時間啦，有嘗試可能有啲東西啦，所以講可能表現嘅方式我有得評審本嘛意見，其實唔主要當認真去改。因為習慣了嘛，所以有嘗試會唔記得嘅。難免啦，難免。所以其實我還係針對人嘅樂器嘅部分，就是樂句的部分的線條，我還是希望它是完整的。所以有嘗試啊，可能有幾個看雙陽相隨不分離，有陣分離啊兩隻事啊，可能還係會關係會攞佢分開來，關係會攞分開來。樂器樂句的部分的線條，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用講法，它會需要一句一句的完整的表現。你喺講東昂。它會有個頓號，那個頓號是為什麼？可能會吸引別人注意，那我們做一個頓號。可是線條的部分，它還是會有一個需要的完整性，可能會注意點啦哈。那聽後邊呢，就係我對角色裡嘅部分哈，就係青梅也攤啊，應該唱破嘅部分唱到當洋蔥。往事歷歷飛翔的。鬼團呢都沒有走在拍子上，沒有走在旋律上面的時候，對人家對一些歌手來講是殺傷力非常大的。所以我會希望講，亞嘅部分可能這是我對你失禮的地方啦。可能像邱太哥呢，我們再看看有沒有可能再更用在這個地方有更多調整的地方。按這些。這首歌是懂是 happy，但是下歌它比較難進一點，進歌比較難，真的難。他當然進一個歌曲的懂，先歌我們懂重要哈。係啊，我練習到非常嘅熟噶。係啊，來看一下佢嘅分數啊，來看一下邱發亮嘅分數。謝謝老師。按呢分數按對應按姿勢。嘅禮貌上我有講啊。今日可能較滿意啦。係啊。較滿意啊。唔怕，萬一再過來嘛，還有係啊，再過來。會啦，繼續比。雜邊啊你。會個做咗啦。好，哎呦，按住電咯，好嘛。好，謝謝按姿勢。什麼按姿勢？好來。沙來啦。沙來，來送拳帶來，歌架。好，嚟彈啊。送我過去嘅禮物，行過天橋就看見一條路，來來去去嘅腳印，它身一幅幅地圖。轉過嘅路彎彎，想起當年你家嘅情感。熟悉嘅書包
阿姨，就变成上分嘅隔壁鄰舍。個家講天南地北，無講個嘅話，個家也只能困上片乞丐，阮乞丐，個家老天白嘅乞丐，講法個家突然轉去過去嘅我下。一路航過風雨，一生把的命運，跳跳踏踏，酸甜苦辣，人生嘅旅程就像個全部嘅路翻翻。想起當年你家嘅乞丐，來來去去嘅腳印，他生意夫婦。地圖。哎呦，哎呦，阿倫，來雙曲，還用 stand 哦。嘿啊，做嘛用 stand 哦？哎呀，好，安全感啊，就吃寬的，想要抓住那個，要抓住一根東西，抓住才會覺得有安全感。這不是也一根嗎？這條歌本上都嘛該。就高架阿婆就阿婆當位叫高架，係啊。哦，高架三姑六婆是吧？係啊，就係土地外還有露台用啥去高架。哦，但係也佢身體唔好嘅，就怕冇方便去高架。哦，講真的，這總下地方哦，一件事情啊，你總頭不能講哦，大溪一條沙溝啊，你全都總迷啊，會變到大溪一條龍。真的，哦有哦，尤其係苗栗啊地方啊，加油添醋啊，用就懂雞啊，懂好搞，咩清晨雞哦，阿婆就安尼啊，阿婆就安尼啊，阿婆不寬嘅啦，大是一條龍，就變阿婆講，一直給他繞虧這樣。條半個就這個時間，我被歐四歐鳥，我被歐啊，就到處講啊，哦，鬼殺氣都低啊，哦。董先生，難怪你現在會離鄉背井。你咁專一苗栗的呀？有陰影在。好來，我哋唱對嚟唱演衝哈，嘉賓先生。好，其實呢首歌曲我講正經，我自家咧唱嘅時間，我都知道，我自家都會當聲音咧唱，因為呢首歌曲佢愛講嘅係就像羅哥講嘅佢。佢喺講種下地方嘅事情，還有你自己嘅回憶。故所講唱呢首歌曲，大白有人冇嚟講，呢首歌曲要蠻唱得好，所以要有想象力。譬如講想到阿婆，譬如講想到一條沙溝變一條龍，佢全部係想象。你要變嗰啲個地擺度，將會變一種情感嘅傳達。還有我喺講嘅當中央嘅大白都講嗰。唱歌一定要念歌詞，我家聽唱嘅時候冇真嘅去念，因為念唔知點解關係，譬如講一家滿一家，唔係一家滿一家，唔係安尼。還有咬字我喺當要求嘅，譬如講天南地北，還有人聲又來咯。大白講人聲唔係人聲，而家唱人咯。好，故所你話幾首歌曲冇太大嘅問題啲。你自己個性的那位，你唱出你認識無窮嘅雙權，好唔好？加油！好啦，好，我哋開一下，開一下拉雙權嘅風速。師傅，喊出來，係喊出來啊！基本冇問題，冇問題。好，仔細欣賞，加油，找到自己的定位啊，這個很重要。好，好吧，來我上忙。好，加油，加油。好的，回座休息。好的，沙下來，沙來，翻用幾帶來，哎呦，誰冇人講？哎呦，水尾安講，誰冇人講嘞？唐哥啦。誰冇安講？誰冇安講？
拍拍的牙齿，风风的嘴唇，风珠嘛袂讲话。谁没安详，谁没安详，人都该没有办法。流水的现在，甜蜜的笑容，实在让人印象。风花又该惹来打，谁没安详，爱嘛啥？爱上的滋味又后生，爱不会错。风的嘴唇，风珠嘛袂讲话。谁没安详，谁没安详，人都该没有办法。流春的身材，甜蜜的笑容，实在让人印象。风花又该怎来找？谁没安详，爱嘛啥？滋味又后生，爱不会错。哎呦，翻太多好，你好，哇哦！对对对，叫带登录来，哎呦哎呦，哦，罗时丰专辑，罗时丰转系嘞，黄金珍藏版，我连这个专辑我都没有，这是盗版的。快俩胸片，听到这个柔焦有没有？对对对，我看一下啊，看一下，哎呦，看一下，看一下。5个女人哦，还有名官唱哦，这应该是再版的啦，再版的哦，再重置的金线跟精选俺没问题，金线麦都当9几岁哦。哦，已经变到重苦地方的呀。唱了跳国歌的时，讲上到你簽到你啊！獻歌的時候，簽兩年就簽到。所以你條朋友我想講，我買個專輯咯。是為咗唱一條歌啊！呢度唱一條歌啊！係啊，貴族嘅跟名錄當好你啊簽到啊！你啊簽啦，又一什麼人講到了？哦，係啊！哦，也係講羅哥妹，你係偶像啊？算嗎？算嗎？我算你的偶像嗎？我剛是他說我是他的偶像，係啊，你偶像，東都看。係啊，你係全民偶像啊！你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都係你嘅粉絲。唱條國歌咯呀，你客家嘅國歌啊！這個每一個世代有每個世代產物哈。就像我那個 YT 那個時候，不是在那個老蕭飲藥店，碰到那個小妹妹嗎？其實他們根本不認識我啊，但是後來他媽媽有跟他講說，哎，你不要一代巨星啊，這個以前早期也是台語界的周杰倫。他用講幾句笛嘞，他媽媽跟他小孩這樣子講，哎呦，哦，我說，哎，我有到那個程度嗎？這樣子哦，啊，聖人的程度啊，哦，有啊，嘖嘖稱奇的，嘖嘖稱奇，真的。不過真的以前，哎，真的，現在回想起來。真的還蠻紅的。哎呦，比從漸漸當風啊，風度好冇紅嘅歌。開始啊，都係從西唐人歌誒。不過這個蠻值得收藏。哎呀，難得機會有本簽名咁錯啊。還有傳動動。這個你可不可以？哎呦，叫拿筆出來。轉讓給我啊！因為我這個我也沒有啊。買本。我們在那個走傳家之寶嘅。傳家之寶啊！哎呀，可以哦，那走只強簽名啊！更專門標舞台哦。哎呀，撲地啊！撲地啊！撲地啊！撲地。佢湖邊唱那個湖山湖當香港看有，看得到呀，哦。那知道你兩種胸片有一些嘞過於柔焦了，會不會？今天幾號啊？今日哈17號。17號呀。好。這個不是柔焦，這一看就是盜版的。
这不是正版吗？应该是的，应该是青头啊，青头。还记得两这个年充片那种。你如果改天哦，真的不想收藏的时间了哈，你再转让给我，无人啊，留年啊，传家之宝的，传家宝纪念心的。我是希望可以当做你的传家之宝。给听众冇问题。好，哎呦冲退了，系哦，好嘛，冲退了，来，唐先生的讲。抢飞欣赏。是永杰狗你好，欣赏好，新梦。我觉得你吉姆你不错，因为你每次都说很紧张，可是你站在台上的时候，音乐一下去，你就非常自然的身体的律动都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棒的。谢谢。好，那今天这首歌我觉得很董事长很适合你唱，那你也把那个整个那个感觉都能够唱得出来。那在这边想给你个建议哈。我亲想问你一下，你第一句啊 ，say more 安讲 ，say more 安讲，就唱个一个，你有没有办法不换气一句唱完？哎呦，你要不要试一下？不换气哦，应该可以。对，你试一下，不要换气。say more 安讲 ，say more 安讲，就唱个一个风。嘿啊，这样子多好，对不对？对。好，因为你刚才每次都是 say more 安 say more 安讲 say more 安讲，就你那个讲都没有唱完，那个讲没有唱完，你就马上要换气接下一句，就有点可惜。再来就是你那个就唱给一个风，就不会这样子唱。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就唱给一个发，就唱给一个发，但有啦，有比较好一些，起码没有发和没有多一个哦。我觉得这样也可以让那个发比较美一点，不是法哈，好，这样子就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然后这一首歌其实它整个的感觉是很好的，很欢乐的，但是你也不要从头到尾都唱的，全部都是用一样的这个力度唱的话，就会比较可惜。那前两句这样子唱完会好一点。再来就是爱上的是温柔后伤这一句，你要告诉别人你这样啊，所以爱爱不会再唱出来，所以那一句可以再稍微带一点点自己要告诉你我的是怎么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层次就会再不一样。好，但是今天其实你每次唱歌，你最棒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其实是很稳定的。今天的拍子有一点点的小感，但是已经也不错了。好，我觉得你未来一定会更棒，加油！好，谢谢，看下分数。好，看一下范永杰嘅分數。係。呢分數普遍嚟講，較大蠻好哦，係啊，唔怕，專業好好嘅練習吧你。係練習係。好，係，哎呀，專業好好專業堂啊你。哦，我以後考喏，考那條歌哦，你馬上要衝出來呢。冇錯哦。哎，順便做練歌呀。哎呦，真的。還有4條歌嘅做做嘅。好，這些好了，專業畢業當然做。還有比掐米煙帶來吳彥發。把無言在心中，無戀無情無愛。聽說你的通車時間很長2個半小時呢。哇！哎呦！因為在做那個農會哦，那你每天你是收做的我是數錢的，所以每天都摸一大堆錢。嘅世界本係匆忙，生氣能再流，所以心盼在痛，人生本來就係無常。
徒留花有半条路。无言吧，摇曳在风中，无言吧，随风轻吹送，等待你心意来诉情衷。温暖爱小小的情梦，无言吧，吹浪在风中，无言吧，沉埋在心中。那是用还有心来想想，你爱途过何能给到？飘在风中的无言吧。哎呦，哎，迷言姐姐你好哎，呦哎呦，罗哥好泰勒，金娜好，泰勒胎死的歌曲，胎死嘅歌曲啊，蛤还烟蟆大师，虫哦，嘿，下马大师，上马下，哎，清口堂的一条歌哎，真的哦，对呀，很喜欢这首歌，董家己哦，当然就董家己一条歌曲，情感通的一条然歌后很有情感。亲有感情的歌哎，对啊对啊对啊聪毅有没有亲有嘅感情啊？哎，谢谢。练歌还唔要利用在上班的时间哈嘿哦，跟路场当中在练歌的。我都上下班，因为通车时间很长，我都一直在听。对啊，我听说你的通车时间很长哎，2个半小时呢，每用在搬总头呢，每天上班要花2个来回2个半，来回2个半没清 Q 啊，哦，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去要2个半，回来2个半，那也很远的，上班时间也很长，因为哦，我们大概7点40-50就要到了。按奏8点开门，我是农会服务农民的。你那去给视察呀，抽复查吗？没有，因为那边在做轻轨，所以新店线，所以都会塞车。会塞所以你要从板桥到新店这样。哇耶！因为在做那个农会哦，那你每天你是收纳吗？收的我是数钱的，所以每天都摸一大堆钱。真的啊！过路财神，过路的啦，别人的钱，存的都是罗哥的钱。你会不会算一算，然后就不行，晚上要那个全部都要，他们要抓赔钱，不要赔钱就好。啊，真的哦，那今天我们应该拿钱来给他示范一下哦，看多快啊！展超跟清酱油嘛，现在都用点钞机了，好不好？啊，点钞机啊，没有啊，哎，我看那个网络也有那种有啊，有吧？有用点可以了，用翻的好快哦。对啊，或是那种很厉害的，真的有哦，对，他们有练过的。好了，来，谈一下欣赏。哎呦，亲爱的一个大师，蛤蟆老师。啊，这个美艳行我发现哈，那就是我听从几百呢，参受一个歌曲哈，我发现你的诠释那个细腻度越来越高，就说你的在这个唱歌的转换的部分、心情的转换的部分，我感过你诠释的非常的有自己个人风格，很到位的感情。那但是有几点就讲，给你小小一个建议。你要唱无言花的时候，在副歌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唱歌机以前我就把闭嘴吸气，这样闭嘴吸气，然后你回去试一个问题就讲，你的肢体语言代表我们频率的拉伸。我们这个肩膀叫中频，我们这个额头这边叫高频。那过额头，无言花过额头的时候，你要手要过。那是天庭啊？不是。它上不，因为它频率拉不上的时候，它必须要到鼻腔上端，它上不去，它上不去嘛。额头跟头腔共鸣都没有，所以你就要透过肢体语言，你专心吃一下，唱无言花3个字，你就是摆着1、2、3，你会发现你看频率会一直往上拉。你练个10次，你频率最少要鼻腔上端接近额头，你的声音会变大。这是肢体语言的一个带给我们的这个这个功效这个。那我今天觉得说你诠释的很不错，在细腻度表现的
浓厚，但是只是声音抹出来，所以我特别我个人觉得欣赏你唱歌的一个方式，所以我特别跟你加了0.5分。哎呦，对，这个10年来没有帮人家加过分数，还10年的，对，技巧还要再加强。那刚刚就是说那部分你可以唱诠释的更好，刚好利用这机会能建议哈，好吗？继续加油，谢谢。好，安子这样子。谢谢医生。对，每一次我听完这个尤老师讲评完以后，我每次回到家我都一直在唱，我那个吃宽了吗？对，一直在你会不会练一练天眼都开了？对，第3只眼。我也希望啊，哇，那个一定世界非常的多彩多姿，有没有？尽力会的。对呀，好，安内的可以哈。再多磨练，技巧不太好。慢慢练呐，哈。可以啊，听听了。看一下你的分数。好，看一下掐米烟跟分数。哎呦，这样，谢谢呀，他亲狗粉哦，有机会哦。有 PV 哦，给他 他们年轻人比较厉害。哪有啊？你我一听啊，我们年纪比较大。我们年纪大，我们也不输年轻人，看对不对？要我们哪能跟罗哥比？可是你那么早就出道，你练那么久了，你本来声音就很好。哦，是啊。对啊，你本来就是那个老天爷唱将，对，唱将，真的很厉害。唱将在这里。对，你唱的是吃酱，你声音那么的浑厚，我们都比不上。是啊，太 Q 就做的啦。好了，安子姐，什么？谢谢他，谢谢。好来，哟，开始上来要比，黑马来了哦，黑马，萝菜又带来韩记的。好的，弹过来。甜心给恩，不跳用爱安上你，关谁关定天发定义，给消息用爱安用气，一团心碎的孤独流。大半年啊！有哦，你头脑我当会嘛改啊？一 Q 啊！那个夹子都没有拔掉，对，冇啦，给贴片给烫的啦，烫的啦哈，黑人式的绑法嘛，就是比较，他还有上个那种抽影啊，上两礼拜啊呢，突然这样进入卫冕者，对啊，心灵魔尊批哈。
冇準備，冇準備，要黑到啊！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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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到。誒，唔過講正經嘅，我嘅婦人間樣搓到位面扎嘅部位哦，你壓力就來了，從。喂，嗬，佢加看到佢雙嘅位92.5磅，黑到啊，要黑到，要黑到，哇！勁黑物嘅啊，黑到。叫做黑扎黑一下喎，結交到看本書啊，你好嘛？好，我聽。唐很記得嗬，很記得，請視頻欣賞。今日才有，今日先要說各位，我知道，榮昌的這首歌非常適合你。我替拜唐人喺上有一種給我感覺到一種潮流聲線，我超喜歡的。好，裡面呢客家歌曲啊，有這樣的聲線，其實我都很珍惜。我知道低亞嘅部分啊，因為兩個嗓音還有一種比較感覺到是一種經驗，還不是很累積的很多，所以按過呢彈會出來，兩個嗓線啲人嘅客家也喺流行歌曲嘅部分嘅發展應該會更好。好，我知道有個部分我先希望講喺未來嘅話，你可以再多更努力、更用心，再累積經驗。然後針對然後今邊嘅表現來看嘅話，我亞述國外其實它的層次其實很明顯。我第一個從音開始下，樂團開始下音樂之後，我就開始認真看啲亞述國上嘅表現的感覺。我給你一個比較小小的建議哈，就唱歌5年法控樣哈。這個它是有一個層次性的，我覺得，我希望你把故事告訴我。你從一開始音符下的時候，你就要開始跟我說了。這個地方啊，石頭，你就安安靜靜的先讓自己一個鋪陳，不要直接進肢體。你直接進肢體會讓自己把你所有想要表現的東西一下就不能評審全部寬刷的。所以我會希望你在層次上面有一個給他。有一個階梯的感覺，所以你先讓自己安靜下來，聽樂團給你的前奏，把自己穩穩的唱出 T G， 讓我安詳。我覺得你的聲線我很想保留下來，我也很希望能夠永遠記得你的聲音。希望在這個舞台上面，你能夠有更好的成績，繼續往下走。好，安子升，永遠記得你的聲音，那表示你要離開了嗎？應該沒有吧？沒有，應該唔會啦，不會遺愛人間，自語啦。哦，按你要看本書之前啦，哈，唱兩下嘅清歌粉，目前清歌粉呢，米煙姐姐，米煙姐姐喺度當中，好，等下嚟看本書咯。好，公布一下本書。好，稍後嚟看羅彩瑤嘅本書。從一散過嘅移民一個線上嘅關係，係嘛？本來都唱流行歌喎。安雅先生幾位唱？唱啥歌？等下嚟看本書咯。好，公布一下本書。好，稍後嚟看羅彩瑤嘅本書。93分，差0.5分呢，0.5分的這種差距，又繼續避免了喲，恭喜哦，嘿，恭喜彩瑤。那表示美燕姐姐你也是這個實力相當哦，嘿哦，差不多，再加油，冇問題，努力一下哈，把它幹掉，好。好了，就恭喜你的彩瑤咯，連續3禮拜登上你嘅 V 面炸嘅寶貝，恭喜羅彩瑤。我壓到傳統主任呢，暴力怎麼說？哎呦，下禮拜不得了哦！下禮拜有可能會產生一位10冠的 V 面炸 TV 哦 ，TV，你新賽制嘅 TV 哦，你亞 V 啊呢 V 面炸都好會介紹我哋，連續9冠嘅梁淑瑤，哎呦，唔可以加油哦！
哇！哪都有一些紧张，不紧张啊！不哟，希望佢佢好好的冲啦，稳的冲就好。相信应该冇乜問題。應該係冇乜問題，輕於實力咧。講真咧，按節目準備3萬人員哦，製作單位準備好勢。係啊，啊，聽錯拿走啊。對啊，你冇個標準員同省呢前面省冇碼錢哦。3萬。3萬交啊！3萬交啊！3萬交。好啦，今日進行比賽，比賽之前嘅介紹評審是啥？張永慶先生、李秋霞先生、魏生炯先生、羅英先生。好啦，先生介紹的，有請一位新來朋友，來自新竹樂迷，彭懷玉帶來評判。哦，好來，談過啦。徐怀钰，怀钰哥哥，两位主持人你好，你好。他講你從一散過係延平一個線上嘅關係，係嘛？本來都唱流行歌哦，所以之前根本就冇接觸到散歌，係啊傳統嘅唱流行歌嘅係哦，係啊，安雅先生幾會唱散歌。嘻哈哈啦，嘻哈哈，邊行邊唱啊！係啊，但是都唐先生啊，你唱到書都加個影響啊，係啊，書都加影響。影響哦，跟楊先生也冇來上咗來比，其實冇來比，先派人啊，先派人來比。試看他試水溫一下。係啊，哦，跟有以前先生練冇？有啦，歌唱班啊，係啊，歌唱班練嘅啦，聽出愛啦。哦，身體敗了，因為緊張嘛。都識嘅，都識嘅哦。唱到當好咧，知道稱讚哦。嚟，安尼唱高中先生。曾校長嚟。彭少志今日佢唱也平板吼，基本上來講還係算輕穩聽吼。佢唱嘅嘅方式。老平常嘅人較冇咁樣記住第二節，佢會唱一個伴奏，貼一個詩一貼落以後，至於佢嘅第二季嘅伴韻獎，嗰隻獎鉗咧嘅吼，較冇按好嘅位吼，其他一個鉗嘅韻啊各方面吼。都很阿慢嘅，前面記嘅就好彈，見到面紅啊嗬，其實上遊戲咧，走睇去也係佢根本嘅卡缺點嘅素材。就好彈但是佢歸屬嘅嚟講，佢唱嘅歌係算好彈，因為一個嗓音質各方面都清好。
继续加油。哦，先生，您的分数不差，来看一下哈，来看一下彭凡友嘅分數。来，哟，哇，赞哦，点嘅 TV， 拜什么？真過分哦，會唔會緊張嘅？會唔會緊張？你見唔見壓力心態哦？係啊，冇問題留下來哈。係啊，好，現在面當初按住這，100了，第100了分數。就是你點這懂厲害了，係啊。嘿，相旁嘅都唔會唱歌。係啊，哦，我咩旁相？唔係相旁嗎？係。唔係相羅。旁骨。那你們是你。旁骨裸皮。旁骨裸皮。來，沙來相旁嘅彭水峰帶來羅山歌。好嘞，躺好了。人生才是山为险呐，太该。爱来呀，好神仙呐！善恶分明。终有报难。好人一天呐出头天呐。哎呦，彭太哥，你好。哦，個你好，兩位好。上蓋啊，哦，真係動態嘹亮啊，厲害啊，係太啊。幹。有，佢唐公傑係咪矮嘢咧？哦，係咪矮人呢？哦，自家矮，自家衝。自家矮，唔曉唱，矮曉矮。唔用乜矮啊？我用音感的啦，哦，唔要寬譜啦。唔似㗎。矮片的矮啊，那真難講。矮到用版的程度誒，係啊。嗰啲跟沒有譬如高神氣都得啦。係啦。唔似係乜矮一邊矮一邊唱啊？你冇？啊，蠻好多，蠻好多。啊，團員攀照有攀法冇？攀照都得。攀照得，哦，係算厲害啊！演唱藝術都係矮啦。哦，佢款佢就出嚟。矮唱唔唱係唔啲啦，唔過演唱得數啦。哦，係啦，佢矮按演唱，但是佢唱配實矮。哦，啊，這個矮，這個唱還蠻練到，還蠻練習，很奇怪，都得練一下，練到，蠻練到啊！馬上一般有機會好好練，有機會喺節目中展現一下。好嘛？好啊，好，自家愛哈。哦，你唱出嚟啦，唐先生的講。好，唱秋下先生。哎呀，大宋啊，大宋，大宋，唱多人好有乜個大宋？哎呀，咬絲，仲油波又係仲油波。哦，仲油波嗬。嘿，你詩當出嚟係仲油波，我唔唱仲油波，我變成唱總統嘅總字啊。哦。終有報難，還有人生冇人生，人生成法，
哦，你来创作，你在你啊评审现场同你要强调你吉他师，毋过你今日你的优点，真多，所以都需要互相地踢。所以也无人扣当高分，不上年份还不给当高分呢。哎呦，这个量这样子。上同好哈，让调润叫就讲毋过迄记得他们唱歌词的时候要注意咬字发音。哦，说本书还蛮宽哦，按那个两书又是翻译一派，因为我家听见的唱哦，看见紧张哦，面白白的，紧张的，心里一关哦。对，还能会有那种影响到。当然。好了，看一下人家分数，看一下彭水峰的分数。93分呢？对啊，唱高中还本到24分。嘿哦，24分超高分哦。莫个卫生上是人22點5分好。前面個當高分哈，打手。所以要老師的部分專業注意啊，好嘛？好練。哎呦，好，加油，好，在邊當錯好。你咪係當高咯嗬，一百上去哈，百到後尾96分嚟。96分，有可能哦。嘿，3萬角度付出一了。嘿哦，好嘞，殺下來。下一位專業曲帶來3個字。來，睇下啦。你叫真好，兩位主持人好。你咩唱到以後呢？結婚熱啊！哦，大家都安排唱，台風稱讚啊！對啊，要較好啲位，要較好啲位哦，要較好咧吼，要較好啲位。依家累啊幾下擺，較冇人緊張啦，冇人緊張，聲音都較冇人熟，對嘛？要讓，下邊嘅開啦，要讓，錯天牌。係啊，錯天牌。係啊，老公係傳言啊，接出腳嚇。係啊，有冇聽到老公粗嗓嚟吹奏？有，到聲音下台時間吼，就佢唔係講當然啦吼，一禮拜啊半年吼，伊就做啲轉台灣啊，聽第一次啦，窗頭聽啦，哦，做得啦，做得聽人家眷做得聽哦。佢就算咯，不用做得聽啦。哦，伊公司規定不用做得聽。一等親，伊有規定講亞洲啦，亞洲的嘛，就是亞洲，亞洲有沒有人特會去個美國啦，去個歐洲啊？有沒有人去啦？我是冇啦，就去聊啦。哦，去聊佢行嚟坐船按橋。結果去聊叫誒，轉落去發覺帶我隔壁零沙聽啊！係啊，衝落去聊哦。又強團了，又係點啥咯？你冇手機嘛呀？佢搞到推俾佢，
加每家又突然間夾別天天，哎呦，全部都好朋友啊！係啊係啊，所以我老公哦做宣言，一去办张嘢一张嘢，下摆没有生理上的反应啊，对嘛？哈，没有哎呀，没有就冇买清楚，所以不用天天以后了。哦，係俩意思哦。要不然老公怎么办？用用皮用感情。办张嘢、规张嘢咧，根本拄唔掉你们。正經哦，俩還冇人用。你這個是講內村重新在那種演技應該冇差啦。佢講嘛，24、34、64嘛，全部有嘅冇強用嘅反應。好來，他嘅向他佢講困啦，佢要查向佢先生。專業 Q50哈，給你唱了3個字。他在訪問時，你是講身體可能係好傷啊，好。雖然講幾條山歌我彈起來哈，一瞬意嘅啦，不過我感覺有多少？我彈起來，你喊係個聲音喊係清輕嘅，因為感覺啊，我走來嚟上哦。尤其係開淡流汗行路，那個調高音嘅位數哈，有得。幾條山歌係我感覺嘅認為呢，係咩講嘅速度哈，那個長行慢速的。能夠看潤看好一個柔軟度哈，軟性，嚟加強一些，你3個字會很好。呢一點呢是我個人看法，互相探討，加油哈！好，我哋看一下這個分數。看下總業球嘅分數。來。不差。是麼？哦，安子些，好，先準備當炒，好，謝。沙下咯，阿啲卡太個下一味哦，下一味哦，好，沙嚟，明白。調更妹，係帶來羅山歌。哦，嚟彈個啦。風啊，翻烏成浪。
哎呦，感冒剂，哎呦，感冒剂有力咯。哎呦，今天那个吃奶的力量都拿出来了，认真哎，兄弟，变啊嘞！今天都是抢手啊，全部抢手啊。TV 我都叫什么一点？怕，我讲啊，你喊他胎哦。对啊。所以个加个硬变的嘛，哎呀，生的那力量，生的那力都，系咪啊？哇，这个脸都挤出来了。是的啦，当然啦，这叫一表演。哎呀，你这在表演啦。系啊，还冲尾牙都在冲嘞。哎呦，啊你有呀？尾牙难怪都半夜就接替嚟，嗌都唱忙啊。老年姑娘哈，今年哈，佢跟嗌米雅，哈，米雅嘅時節要請嗌到去。咪要喺嗌度去表演啦，啊嗌嘅團行啊，如果兩嗌專門演歌仔戲嘅。哦，歌仔戲，專門演歌仔戲嘅。我先騎下北北啊，走山關，我計我所以啊，會掉哎呦，哎呦，哦，意思下喎，你做歌藝出來。咩做的咧？看嗰度哈，同學哈，見到啦，專門演歌仔戲哈，看叫啊哈，看叫咩波嚟哈？啲啲啦，啲啲啦。我從迄個山中來，海之蘭花草。同一輩的，全部是堂哥嘅對咧，對唔係嗰種老梗，應該唔是堂哥咧，冇姜逼嘅。這全部專門老人家堂啊咧，老人家嘅，有愛心。有愛心，做志工。唔過哈，嗰度都老大哥老大姐，其實讓雖然就沒上班的咧，但其實冇讓就是老人或者是也是一個寄託啊。我們按些時間咩，就像講啊，跟老人家接觸嘅時間啦哈，我們也是快樂的。另外一方面也是想講，可能再過幾年，我們也是跟他們一樣老了。有場是講施比受更有福。對，啊，這上年紀嘅朋友真係我盡自家照顧好，保養自家，照顧好以後啊，當然就唔會本身煩惱很多。係啊，自家咪快樂歡喜。你做的老披薩天數啊，還有照顧到朋友，應該行得好啊，對嗎？太介意了的志工啊，太介意跟你哈讓。聊聊天呐，哈，唱唱歌啊，哈，看那個哈，人家表演什麼，我們就看一下，不知不覺也是學了一點，心情就輕歡喜咧。對。我應該下床啊，先騎白白，我後邊都想唔係啊，到時候要吸收一啲啲啦。多少。那個人就學到要幾筆章嚟創啲啲節目創唔到。難啊！不會，我想難啊。創出嚟唐先生的歌。專家，搶贏先生。好，基本講埋即係從倆羅山歌嗬，其實貴屬歌曲彈起來都易順暢嗬，所以唔講呢係講羅山歌，你即係講你係原面愛表現到下降到，其實就係愛唱起來冇壓力，嗬，唔講因為咁埋即係可能因為愛取得上音就係輕到，係來上到，所以呢彈起來有啲時候就會下。冇按自然哈，譬如講一開始從一些千里印然兩片嘅時間，我就感覺你出來上就聊聊就下衝掉咧，好，所以後邊我看上一些彈起來就冇按按上，好，所以一先見，韓國一先見呢，因為一哈，不管係講海流又係時間，一又係熱哈，兩班從機組係唔係愛撈佢看上看到先嘅隻詞，好，一先見，好，呢隻詞本意建議，好，就係唔係講吞音，就係講本應講唔錯啊，詩詞啊嚇，然後辦冇按樣應該問題，好，就係從一些個詞，好，愛下短的下長的，好，做啲結聽以後比較容易按樣辦來見，好，呢係我本嘅建議。韓國第三句，好，夫婦主聽，唔講你從夫妻。主天哈，韓國父係天來，夫係天哈，咁講呢從父係天來，妻係天，哈，我想因為呢篇嘅比賽規則就係咁樣先，哈，時下咁樣先從唔係呢隻時，哈，就係最大嘅問題，哈，咁個不管你係從哪隻，比如講夫妻，哈，你從夫妻，你加咧天梯，你加了，我給人嘅感覺啊，嗬，其實唔是假事，唔是假意思。
夫妻嘞。好，你戲做啲動作，做啲用材，其他做啲表現嘅位數，你係本嘢建議，唔過講真啦，係是從唔從下打上，是夢兒。難怪家啲訪問的時節，看先生啲安尼總來總去的講來講去討論，原來是錯唔錯啦？是啊。哎，一點都冇辦法哈。沒關係。你這低啦哈？低嗎？低哈。低哈。其實聽就是啊哈。俺媽本來想要唱副外啦，說一錯了就錯了，錯到底就好了。啊，對，大家聽不出來就好，但是老師聽出來了。沒蒙錯。來看一下幾個分數。看一下有咁多嘅分數。謝謝。本來應該94分，嚇，冇到93。我係一時扣2.1分1分，那你扣得都冇得。唔怕啦。嚇，歡喜就好咧啦，歡喜就好咧啦。有幾筆再過來啊？好嘛，再過來編，好嘛？好，安子姐，好，專業別當場，謝謝。好的。啊，蘇妞，謝謝大嫂。好，蘇妞記，好，殺下來。穩記咯，穩的創作，穩創作好，唔是緊張，連續9關咧。因為也千高分，目前是93.5嘛，對嘛？93分。人嘅實力至少是94分、95分。嘿，穩創作好，唔是緊張。好，來，殺了，利用蘇妞帶來評判。來，躺下啦。有錯唔錯嘛？有啊，冇。唔過有緊張哦，有緊張哦。當上年都緊張。後面大概10個都準都唔一樣。頭個準年，哎呦有緊張哦。壓力講真係要10分太啦。係啊，係咪對啊？真係同講，人家擺安尼比睇嚟吧吼，最近都不會比啊，最近都不會表演，你一點嘅緊張嘅跟成分做。就是個那定心丸。對啊，對啊。可能。可能吼，因為亞洲節目已經算係全台灣嘅一個當重要嘅比賽，對嘛？哈。係啊，越來都按多擺。係啊。就是禮拜你看。應該冇問題啦。冇問題啦。亞洲節目對你嚟講，即係訓練都當多，對嘛？當多係。當多。哎呀，知道佢輕問題呢。大把人都會嫌，哎呀，就開始衝高一個問題。對。對，衝得嚟。來，唐先生講。輕緊張嘅時間，好，請高中先生。蘇妞設計也創嘅，今日創嘅評判係順嘅啦，平順，平順，冇乜青苔問題，只不過做一種創法嘛，佢因為佢經過安尼訓練嘅咩，喺咪做地去做地會調整，冇樣嘅創法就當固定嘅咩，也就會像阿峰哥講，必須達成創作嘅安尼。
中央的都糖落去，要糖粉的嘢。佢你去到也個乜嘅咧？個天傳嘢咧比平班的時間，糖多平班唔要上到安尼。佢唔係知識化。也會唱國語，固定平班上來唔係安尼，也有輕度變化。但是因為佢下目前創嘅安尼就當係一個基礎輕章。特別講四平八穩安尼。你也都一章嘅個安尼基礎。了後伊個開始愛去做到個變化。無管佢達到人生了。來去一春了，達到就了咪，唔可能啦。佢伊唔係安尼。春就春啊，用為春了咯。強了，強就強啊，係啊唔係唔錯哦，你也唔係講錯唔錯，本來唱平板就冇乜嘅錯唔錯。但是就講，你也就變到唱嘢鋪下落去，變成知識化。哎呀，每年來那國語唔係上段咧，係國語本來就太。較早人講唱山歌，山歌滿山首，其實也唔係滿山首，都平板嘢，已經相當藝術化個嘢。佢千變萬化，佢這個強嘅地方唔做得。你個唱李老師來唱，看點樣唱到冇腔調嘛？他個唱到冇腔調，但是米莎人唱出來就會變腔調。佢也就唔係平板。所以也佢也。你也唱到按穩聽以後，你開始做各種嘅無腔樣嘅變化調整，喺咪佢唱嘅平板就會行雲流水。加油！上通嗬，安子些，好，安尼公平公平了，也要看本書。看本書之前呢，先要唱青果粉、隨風泰歌來到舞台當中，要唱來到舞台當中，看一下都在安尼用酥肉有噴發，拿到100米面嘛，哈。嘿，來看分數咯，哈，做得了哈。好，三來看兩酥肉嘅分數。師傅，苗苗你看到發家。我養，安叫冇見到啊！安叫冇看到。哇，啲人是唔帶出來嘅呢？有貫通謠，有貫通謠嘅小朋友嘅。小朋友。哇，對方係有兩個 I know 口嘅乜嘅字，因為我講客咁厲害。佢爸爸係白俄羅斯。哎呦，白俄羅斯。佢媽媽荷蘭。啊，同福家講英文，同福家講客家。哎呦。都帶安尼用酥肉有噴發，拿到100米面嘛，哈。嘿，來看分數咯，哈，做得了哈。好，三來看兩酥肉嘅分數。哇！什麼先生？恭喜！95.5分，恭喜！好，沒什麼，躺泰國。對了，按你再接再厲，他交接給你了哈。哎呀，按你先唱專業當紅草，好不好？先休息一下，好。啊，恭喜！哎，你的 TVB 啊，得到10冠的李面長。係啊，好，也很多唱啊呢，鄭校長的頒發高中欣賞，還有你的秋華欣賞，恭喜！好了，一槍。好了，好，謝謝鄭校長，充電來嘞，謝謝鄭校長，哎，好，來唱秋華欣賞的頒發3萬膠的錢，3萬膠嘿，來拍個照，還有獻花嘞，哦 ，OK， 還有好獻花來，這是誰呢？也係馬莎，係妹，好了，媽呀，獻花哈，哎呀，好棒啊，謝謝。還有沒有獻果的？有沒有啊？沒有。還有獻果是不是？沒有啊。還有花圈是不是？好了啊，謝謝。哎，什麼兩位先生？謝謝鄭校長。好，來。謝謝鄭校長。好，謝謝李秋霞李老師。哎，什麼？那個花先幫媽媽拿下去。女兒，要不要留下來？一起是。對啊。媽媽有感言要跟你說嗎？我來看跟媽媽長得像不像？來，你來站中間。來，哎。我覺得我們3個其實有像。啊，一家人。哎呀，口罩把它拿下來一下。來，坐定好，來，日本有槍嗎？哎呦，小孩們偷生啊！真的哈，有槍的，有槍啊！
哇，妈妈这个得到这个10次卫冕啊，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很荣耀，当然很开心呐，很开心哈。妈妈平常在家里是不是就很会唱歌或是什么？常常会练习啊，会练习哈。有没有吵到你？不会啦，不会哈，还是你都会唱了，你也可以来比。你会觉得每次这边唱这边好吵哦，不会的。不会啊，不会啊，哈，冲得清后啦。是，你以妈妈为荣，对不对？对呀，好，那这样妈妈得到10次卫冕，唱给了讲一下她的感言，好嘛，来。什麼該老嘅打擂台，本來倆走舞台，來倆到比賽。香港什麼兩位主持人啊？唔係，我都唔曉講話，我揾聽到啥人來聽show。唔係。還有感謝該小康樂隊，特別讓來試音，樂隊老師們。還有什麼該評審欣賞，特別本來寶貴嘅意見。香港為什麼該講愛先生講愛也一兩年來講辛苦講愛，韓國係希望愛不開因，包容愛來嚟到比賽。哎呦，做乜乜保養？讓愛天做不開事情啊！對，哎呦，幾正經。有翻譯嗎？有翻譯哈，有喺 TVB 嘅。對呀，真的非常的恭喜啊！係哦，恭喜！沙磊要走上最後一里路啊！好，你要走上那個榮耀的，你拿着獎座，坐上去 V 面在報 V 面在報 V 哦。好嘞，恭喜俺的梁淑勇坐上 V 面在報 V。恭喜梁淑勇！乡亲来电报，哇！今日安尼热样碰到吼，一村嘅小朋友啊，你安尼节目当中，小朋友吼，一到小朋友有安尼嘅金曲歌王啊，所带领嘅咧儿童团体，真勁哦！佢哋韓老嘅客家嘅童謠啊，佢客青島無腔嘅曲風腔搖滾啊，試下還有武腔啲哦，只可以愛吼見韓下度嘅小朋友啊，來學習人哋嘅客家話。哦，即係符合到現代嘅種感覺做出嚟。去年呢，佢哋哦係發行一種新嘅客家嘅專輯，哇，童謠嘅專輯。哇，真係好好啦，看見到精彩表現，好，也馬上來看見精彩表現。嚟，搖滾童謠。喂，什麼鬼？阿西叔叔帶你一條好唔好？我當然中安有心呢。哎呦！影一身到台灣，有一群細還有北泰山，北一般都是要用個傘，咕嚕咕嚕按太響，哈哈哈。哎呦！有一家老後拍泰山，他一般連老的平平平平，哎呦喂呀！西部跳跳在導航，西部，有一兩是海山，西部，有一台北那新山，西部。有煙飛機場，西門，有一心中是公灣。喂，這邊可以，係咪標人嘛？好，嚟嚟過來。影一山到台灣，有一群細有北泰山。北一般都需要用個傘，咕嚕咕嚕按太響，哈哈哈。一山到台灣，哎呦，有一家老牛北泰山，哎呦，北一般連老會平平平平，西部跳跳在導航，西部，有一苗栗廣東發家，有一台中滿太陽亮，西部，有一種發北華山，西部，有一
来看来。人到台湾，有日起势叫北泰山，北一般都是洋洋甲山，咕噜咕噜按太响，哈哈哈。123到台湾，哎呦，有一家老叫北泰山，哎呦喂呀，马蹄把脸老来冰冰凉凉，啊，媳妇跳跳真多哈，扭扭扭媳妇。不太易，扭媳妇，扭一个一心更勇敢，扭媳妇，扭一头南北公鸟，扭媳妇，扭一面拢是半条。喂，还有半年就叫这一副卡了，同俺抓来，冲啊！扭媳妇，万浪就叫扭两下，扭媳妇，开动好心比开呀，扭媳妇，发脸的鸡巴当球娘，扭媳妇，你让我看是香香，有这一东西是太厉害吗？哎，123到台湾，123到台湾。耶！哇！牛师傅，欢迎摇滚童谣哦！来，集中一点，好了，刘少奇老师，很久没见到啊，很久没看到，哇，做出这种胎使用啊，胎使抓骗钱的，我要骗钱的，可能他还有上了了的，老了丢小朋友讲啊，那一位胎使想不出来骗钱的，哈，那位，你那个位啦，你个位胎使抓骗钱的，没啦，开玩笑，哇，呀，这是你带出来嘅呢，摇滚童谣。摇滚童谣，小朋友嘅，小朋友，我讲下嘛，可能跳讲一叔叔，自我介绍没问题。哦，那就从这边开。哎呦，哈，可能有些充分些的同样哦。我讲下，好，安尼来，我自家是咧介绍自家。好，安尼先用客家话，好好介绍一下，自家自我介绍一下，好吗？自我介绍，来，大家好，我係 Nina， 我今年40歲，真歡喜看到大家。哎呦，很讚哦，很髒呢，變太普強咧，真翻譯，真翻譯啊，能懂戲來，懂戲來哦。好了，問你。大家好，我係凱，我今年12歲，我來自桃園油梅。安子歲啊，桃園油梅，而家講到變太普客，油梅咩太普強啦哦。來，問你。大家好，我係彤彤，我今年12歲，我係大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區，一個去到差唔多太普啦，差唔多太普強。等一下，哎呦，I know call，對，請介紹一下。大家好，我係 Max， 我今年9歲，真歡喜看到大家落來。等一下，明年9歲，明年9歲。好來，問下個片。好，問下兩片哦，問，試下問。大家好，我係妮妮，我今年12歲，我係來自台中東市羅辣大家。哎呦，羅辣大家，羅辣就是東市強嘅，真強嘅，真強咯！啊，問咯。大家好，我係凱琪，我今年12歲，我係來自桃園中辣神夢大家。哎，中辣嘅小朋友哦，等一下，沙來了，清晰了啲。哎呦，識得字。大家好，我係糖糖，我今年9歲，我來自台中新社羅辣大家。哦，新社，哇，對方係有兩個安諾口嘅，也乜嘅經驗，因為我講客很厲害。爸爸係白俄羅斯嘅，哎呦，白俄羅斯，媽媽學羅語，哦，啊，托福卡講英文，托學校講客話，哎呦，這個東主係因為上個去年係判兩場公開甄選，
嘿，来咧差不多60-70届小朋友，啊，对呀，差不多将近100届啦，100个，将近啦哈，将近100届选出来7届，所以这是选出来的。哇，那也选出来了7届，今日本身有才艺啊哈，啊本身听唱叫係唱歌音准又好，音准又好，音准哦，節奏教得好，因本身唱歌，因為我哋係主要係音樂團體啊，唱歌團體，那我還是跳舞。就主要係音樂嘛，係主要音樂，啊，但是延伸出來還有其他才藝都做，所以你這寫的時間沒有講佢本身嘅嘅唱歌嘅部分係沒有達到人嘅目標啊。係錯，即係有小朋友靠發動曉講，但是唔曉唱歌，哇，啊你只好割愛的，哎呦，這大爽，我這希望講先都識得講客話，啊就識得唱歌，啊請還有其他才藝嘅話，你更較好。哦，冇做佢唔有唱歌啊，合法講當好，唔做負責響佢講話就會啊。放滿的時間唱出來。其實種一屆今年種一兩屆今年托福卡冇所謂嘅客家母語嘅反應嘛，因為今福卡講英語啊。不過其實來了之後，我教今年唱客家歌，今年慢慢學習未曉唱嚟啊。哦，總係曉唱啦。哎，新嘅轉型，你看做得很精美呢。可能應該去年。去年嘛，去年2020出嚟。哦，當初一種전시談講一到小朋友全部有貢獻哦。看底部嘅圖畫圖好多。看這個畫圖，下詩歌詞全部係小朋友自己寫的哦。嘿，圖這個畫，歌詞自己寫。兩個小畫家。正經的是成本很有限，對不對？小畫家。哇，水塘，糖。兩個圖係迷你畫嘅。迷你畫。底部那頁兩個圖畫，像條糖畫嘅。糖畫嘅。糖畫哦。啊，底部兩個歌詞裝小朋友今日自己寫。佢哋自己寫。哦，跟唔變都較強鬆，唔是。係啦。佢哋行做的好似客家詩有蠻寫。書寫。手寫的啦。手寫的字很漂亮哎。哎呀，請講。對啊，好可愛的字啊。寫踢手吼，雕起來大。兩周唔得講哦。所以這整張專輯，這小朋友們貢獻很多呢。有一起內頁設計還有歌詞。參與大概轉型為大概製作啦。啊，你就認同感嘛。對。我主要睇人做唱嚟啊，就小做乜解？啊，鄉下來教嘛，唱嘛，啊你將要認同感嘛。音樂本來就是他個鄉下搞，他神奇，對啊，很有意思。搖滾精神就要用。對啊，真的。哦，難得有點機會誒。對，表演隊的。我們那個徐世慧老師，他其實對童謠這個創作，這個也是。佢們青音節呢做嘅客家嘅傳承那種工作，他應該有很多想法的哈。其實像童謠來講啊，當然邵熙老師像對我來講啊，知道佢設計出當有經驗嘅嘛，喺度後邊來講就係一種學習啦。我每次都有到上一本邵熙老師帶到當後，很大方，然後不害羞，然後可以很表現出自己想要的樣子。就會剛下啲後台啦，老師大在顧嘅時節啦，就講到要得年輕人，就係的小朋友，從國外啊，還是要帶一點純真。所以我知道佢的純真被老師訓練得非常好。你說純真是不用訓練的，可是被提攜出來的那種純真，他又把它素質再拉高一層。我知道就是有一種完整性。來花蓮哈，剛剛講到老師講到預算問題，我想辦法。對，花蓮現在很多展演中心，冇錯啦，係啦，希望講有機會來到花蓮，不然到花蓮呢，小朋友們能夠有一個不一樣的新鮮感，然後給朋友們也會更多不一樣的東西。樣樣都會花蓮，樣樣都係小朋友，因為我哋花蓮嘅小朋友們當希望講有安尼舞台，安尼機會。所以我們希望講啲藝就會花蓮嘅發展地步，咪有安尼嚴肅啲地步。安子生，剛剛聽完一首這個熱血沸騰嘅，不過癮，好吧，再來一個啊！你們剛剛這樣跳會累嗎？會跳嗎？會累嗎？不會哦。啊？不太會啊，小孩子也不懂得累啊，對不對？好，再帶來一首更精彩、更屌的歌，好不好？
更嗨，更厉害的表演，好不好？哈，好来，好，来。我以为到全脸了，全脸。福利熊，福利。这奇怪，你都是想到吃的哈。没有办法。奇怪呢。来，凯奇要带来魔术的表演。魔术表演。你要把它变不见的，哦，它不见了，你看。哇，很棒的魔术。哇哦！哇，鼓励，中山鼓励哈！哎呦，好厉害你们！哇，真的，你们好棒！我以为到全脸了嘞。全脸。福利熊，福利。这奇怪，你都是想到吃的哈。没有办法。奇怪呢，大家看到的小朋友啊，这个精彩的这种肢体舞蹈啊的表演哦，唐共好像有单独要表演舞蹈的朋友。哎呦，正经哦。哪一位？好，来看妮娜跳舞啊！看你精彩的舞蹈表演。
The only reason that you loving me was to get back at your ex-lover, but before you leave, usually I would never even care. Baby, I know you're creeping, I feel it in the air. Every night and every day, I try to make you stay, but you're savage love. Did somebody break your heart? Looking like an angel, but you're savage love. When you kiss me, I know you don't get two fucks. 哎呦，哇，赞哦，厉害厉害，全部都会挑很快。来，哎，各位怎样好了吗？好嘞，可以了哈。还有吗？还是你们觉得你哪还有吗？看不惯、看不顺眼，要跟他挑战的有没有？给他全部损后跟姐姐挑战，来，谁要跟他挑战？来，有吗？有要 battle 吗？有吗？没有，没啦。不好意思哈。不好意思，把他们干掉了。他们会回同一个家，不要这样害他。是。哎，我听说有人要先表演钢琴，那一批。你还有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哪里？在你后面。啊，在我后面啊，不要挡。只有看到2个 rock。好，那我们来看你精彩的钢琴表演，好不好？对，好，可以。来，好，可以。小费。对。小康老师帮我们给可以吗？对，跟我们的音乐大师评论一下来的。刚刚弹的是《天空之城》。对，抽。有宫崎骏的，大师的作品，了不起。哦，很紧张啊，很紧张。我只会弹廖俊的，没办法。他应该不知道谁是廖俊。廖俊，哎，人家宫崎骏，你的廖俊，哎呀，来，厉害，好棒哦！来，一起出来哈。对。他的声音的表现出来哈，对吧哈？还呀啥？传音表现出来。张高磊冲一条歌，再唱一首歌可以吗？可以。难得来到这里，可以哈。对，好，再带了一条歌。好，坐等嘛，可以哈。坐的，可以吗？准备好了哈，格力。好，那我们就开始啦。来，快点精彩表现来。可以好。梦想种子，种子流子大天空。
哇！哦，七啥个小小个 rocker，Kids of Rock， 是小小 rocker。哎，佢哋條歌還要拍個 MV，你知嗎？有拍 MV 啊？哦 ，YouTube 當中做的情都，對不對？你有拍 MV，對不對？是，哦，那也是下重本了哦，超重本，真的，嘿啊！今天有校園巡迴，嘿10場。哇，校園巡迴，哎呀，表演本小朋友嘅可能係就是在小學呀，小學，哇，那個小學，今日本身唱跳裝下差唔多45分鐘嘅節目，裝下對頭到尾，哇，有呢幾條設計嘅好教嘛？體力同學要一家學教。哇，你應該已經是校園偶像了。係，還有一家學教。哦，用啥好教？哇，那同學看到你們在舞台上表演，不是哇，很羨慕，尖叫啊，怎樣？很冷靜，很冷靜啊！為什麼？同學怎麼這樣？對呀，因為沉默型的。因為開機本來都加學校就當組長的，你是小市長嘛，對不對？哦，小市長，他在學校是小市長，不錯。對，哎，還聽說還有其他的才藝，我的樂器都幫他拿出來了。哎呦，哪一位？還有人會吹長笛，哪一位很會吹的？哪一位？你大牌都對你動動，你大牌都全部都會本。全部都會盤，妮啦，那我們再來看他精彩的長笛表演。真的，真相只有一個，吹得真好。哎，看起來真的很熟練啊，沒有一點突兀那種感覺，真的很厲害。你練很久了哈？對啊，很久了哈，對。哇，其實不錯不錯。他們真的多才多藝，真的好棒哦。對啊，聽說還有其他更厲害。哎呀，還有嗎？還有呢。你們還要派誰出來？要跟他還會變魔術哎，我們小市長是不是？哎呦，小市長，來，凱琪要帶來魔術的表演。帶來魔術表演。你要把它變不見的哦，它不見了，你看。哇，很棒的魔術，這麼厲害。好，你有道具嗎？有，在這裡。哦，在你的手上了。好。身為一位專業的魔術師，一定要具備的條件有什麼呢？一定要會變魔術啊！還有，也不能說你錯，就是要手指很靈活。對，然後還要具備一支魔術棒。魔術棒哦，它在這裡。然後呢，那我的表演到此結束是不可能的。然後這個給大牛哥哥保管一下。好，大牛哥哥。好，這個才是我今天真正要變的魔術。好，它是一個撲克牌的魔術。然後它裡面就是有一些牌這樣。然後現在拿出一張牌，對，它是黑桃4。是。然後這張給主持人檢查一下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黑桃4沒錯。好，然後把它放回來。好。大家一定覺得這個盒子很可疑，黑色的這個盒子。好，我現在就把它拿出來給主持人檢查一下。好，它就是一個黑色的盒子，沒錯，沒有錯。好，那我現在把它放回來。可是等一下我要變的魔術是，請主持人吹一口氣，我會把所有的牌都變不見。可是呢，這個呢，還是需要有主持人幫忙我吹一口氣，不然我自己一個人做不到。好，他氣比較足，你看他的身材是要多長的氣？你要幾秒？吹一下就好了，是不是？好，接下來見證奇蹟的時刻哦，裡面的牌就全部都不見了。哇，真的都不見了，是真的，好厲害哦！呀，真的不見嘞！為什麼？它裡面是真的是不見了，真的，它去哪了？到哪裡去了？哎呦，這個攝影棚，哎呦，好可怕耶！你不要嚇我好不好？可以變回來嗎？7月還沒到，好可怕！變回來你還沒學，變回來，變回來，沒有辦法。哦，那你每一次都要再一次，每一次厲害。那我請問你，你可不可以把這一支要幹嘛？變成長笛啊？對。
可以吗？那你就发财了。挺精彩哦！哎呦，厉害，真的很棒，来，各位来，来，好，今天真的很开心的哈！谢谢摇滚童谣，对啊，摇滚童谣带领的这个摇滚童谣来到的节目当中，好，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再继续来表演给我们所有的朋友看，好不好？可以，你看眼神又这样看，对。希望你们继续来影响更多的小朋友们来接触客家的文化。对，好，谢谢你们，谢谢什么摇滚朋友，谢谢，肖雨欣上什么？我们今天节目告一段落了哦，哎呀，假使讲好唱歌的朋友哦。打天包，浪66667浪6浪，还有传真天包浪117778131，等着打天包。好，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以外呢，还没有多谢哈8月辛苦的评审先生了哈。什么先生？辛苦嘞！谢谢摇滚童谣 ，right！ 谢谢，什么？还有肖雨欣上，谢谢小康老师，还有乐队老师，辛苦嘞！谢谢老师们，谢谢。还有李天总的公众演，辛苦嘞！辛苦大家。下礼拜我们记得一条准时时刻呢，老年大擂台，老年。